再来看宜兰县有一个妇人人4当前的做事的时阵，户户头芳定着，送病院嘛救无回来。死者的后生认为讲，农业处的人员有过失，提出100万的国家赔偿，一直心目拢败诉，也毋过伫高等行政法院经1审，即马法院是改判宜兰县政府得爱赔偿家属138万，定案嘛袂当阁上诉。一般是查啊，都毋知是安那芳落来个定。啊，定，伊一个老伙仔当安尼定到尾无只出来用白的。电话司法菜园家属难免悲伤，因为妈妈当初都是伫遮种菜，雄去互虎头芳定着，送伊救无转来。死者的后生真不满，认为宜兰县农业处有疏失，提国赔求偿100万。官司告4年外，经过1审、2审败诉，最高法院发回更审，即马高院经1审改判赔138万。一件事，一个理念是，我为做囝啊为了要发声啦，冤拢死的啦。啊，惊4年啊，真辛苦。啊嘛是影迟来的正义啦。专案会当改判，是因为合议庭考虑伫司法10天前，都有民众反映电火条顶有芳臭。农业处的人员迄天无处理，拖4天才通报台电，造成调度作业延后。现场嘛无设经过标志来提醒，认定宜兰县政府无积极预防危险的发生，疏忽执行职务，必须都爱负赔偿责任。如果说未来没有再上诉的可能哈，那我们原则上会尊重司法的一个判决哈。这届专案定案，宜兰县政府表示尊重，嘛讲代志发生了后，已经针对抓芳的相关流程进行检讨改善。不过对死者的后生来讲，也总算有万来正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